羅定道上嗰條線已經蝕20幾萬啦，你點搞㗎？係啊，開通個半月地，蝕咗20幾萬嚟。之前咧，開通社會嗰邊咧，都係各位老細強烈要求開通嘅。開通又冇人坐，今日7發肇慶，重新規劃下線路。你帶咁多嘢，你咪走佬啊嘛？放心，會走佬嘅。各位老細，嚟到高腰理工學院哈，4號呢個站點咧，確實要停咗啦，因為經過5·1端午嗰2大節嘅日都冇客。肇慶個上車站點重新規劃哈，始發站點咧，鼎湖理工學院、肇慶學院、工商學院、七星岩牌坊東公交站，然後咧到高腰理工學院蓮塘嗰度上高速直達羅定，1個半小時。各位老細，大家屋企有小車嘅情況之下咧，嗱聲賣咗支持下阿成，阿成賺到錢咧，再同各位股東去翻好冇？多謝大家。喂！仲有啦，我今日仲差50個粉絲就突破15萬1啦，大家關注一下支持阿成，多謝。